为何？为孙女此意笃定，总为吃完子气，一吃牙到此今日。林姑娘来了吗？真的来了吗？哎呀，老祖宗来了，来了！认识他是我们这里渔民的一个帕拉夫，我今认识为了子，你只要叫他一声红了子就是了。就是你的二嫂子，二嫂子真是好一个妹妹，她相中到祖宗祭奠的外甥女，当名字若天天离了红。妹妹，你是进来到这里呀？在当中，俺俩几句在话中，可见总在是你家风。你要钱要用到最神通，这位求告父王是来了，来！奶娘，二奶奶，你们赶快当上儿子，让林姑娘带来的人谢谢去。是，姑娘带你来。带来的小丫头太
只能了，把我身边的那个自觉就对我释怀吧。是。请回家里来了客人，快来见过林妹妹。是吧？还是见过林妹妹？林妹妹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是一朵青云刚插头。在一起就和睦了啊！来，妹妹，你这不多没有啊？3户1年有。妹妹，您换菜鸟。妹妹，你有鸟没有啊？我没有鸟，你那菜鸟自己喜欢吃吧，岂能整整都有？什么喜欢的东西，送的高价不高，万不灵不灵的，我可不要这东西。哎呦，你上，真是要打骂人容易，我出去在你那名真是哦。家里亲戚妹妹都没有，今天来了整些这些妹妹她也没有，估计什么是好东西，我不要。青蛙宝鸟才在上，我不要嘛，请在上，我不要宝鸟，在上不要，在上不要宝鸟，当心你跌死他。宝鸟，你快在上啊！宝兄弟，宝兄弟，老祖宗不是常常说的吗？这富贵家人都指望着这个敏感之女。是啊，苏老太太，这次我家伯父来了。哦，我妹妹来了，宝姑娘也来了，你太太一家都来了，花花有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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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姐姐来了，哥哥，老太太，老姑娘，宝兄弟，林妹妹，她来见过宝姐姐。姐姐，怎样你来呀？你还哭得你闹了啊？老太太，爷爷准备好了，请老太太这里。哦，请他家这里去啊！你太太请啊！老太太请！老太太姑娘，老太太真忙啊！林妹妹，来呀！
你妹妹，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你不要吵我嘛！哎，你来看啊哈！趁着是经过去少，他起眼比在在想，万物突然与记上。哎喂，我替你家门来迎观他。哎呀，人家在得好好的，你到别吃玩去，别吃去玩。好，我也尝着。咦，你的脸上因为谁的指甲刮破了啊？哦，不是的，放在上头一点胭脂膏。你预备做这种事了，人家百位都在说你，要是传到曲曲耳朵里呀，大家又不得安生了。怕什么？大不了家里的人都叫我文师魔王好了。啊，原来你得了妖，文师魔王啊！人家可以叫，你也不能叫的呀。我为什么不能叫你？文师魔王，文师魔王，文师魔王！你叫呢？你叫！不是你叫，你叫！哟，你们真是开心啊！我最近上吃了一个文师魔王了。你不要听他胡说，这文师魔王一定是宝兄弟了。文师魔王，我真叫，我真的叫，我真的叫！哎呀，不要！好香啊！哎，这香气好闻嘞！好香哦！原来是宝弟弟身上的香气呀，像是早起吃了冷香丸之果。冷香丸那么好闻，哎，今天一碗尝一尝。你越无食了，牙怎么能下去呢？这因为啊，你口舌错了，是宝姑娘来了。对了，是宝姑娘来了。哎，宝弟弟，你是我的金书记，我们看一看好吗？这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让我们见识见识嘛。那，不是我也给你看好了。我是模仿先生很差，不离不弃，风铃勇气。咦，我姐姐，这两句话倒是我姐姐改了。咦，你看，那二爷，哦，先生，什么事啊？二爷，带你走啊！老爷叫你马上去取。既是老爷唤你，那你就快去吧。二爷，老爷唤你，也不必此次战战兢兢的呀。对你晚上，老爷估计天要来看二爷的功课，二爷你得好好用功才是理。忠孝臣之本也，是君以忠，是母以孝，为人臣之不可以不知，是故。
出于中安之门也。哎，手枪的空，你呀还在笑呢。每日里送往人来把卡背，横下看头记住的，随随恭敬听教诲，未动下了不争言，在后面掉落的传闻上，不得我断魂莫用石苦小祖宗，你们，你这眉毛是谁替你画的呀？是我自己画的。哎呀，画的一点也不美。来，我来替你画。哎，小祖宗，你还是读书吧。哎呀，你就让我家家门吧。好，画在画。好，来。二爷，你画的画，可千万不要把我的眉毛画得像林姑娘一样。为什么？常常不习惯。不习惯？哦，眉毛长得好看一点，你会得了什么？我偏要画得像林妹妹一样。来。二爷。配一万个是吧？总怪你不是真心爱托付，也应该做出个托付样子来。读书又是读书。哎呀，孙悟空套上了金箍咒。没法子啊，二爷，你这再不长出个读书的样子来，我们的这人弟弟呀，又要念经过嘴了。快弄死了你的嘴！二爷，好了好了，读书吧，读书。看你也成这个样子，来脱下一件衣服吧。这条文巾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怎么从来也没有看见过？二爷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朋友送给我的。朋友？什么朋友？竟会送你这样的东西？你就少了一些好不好？哎呀，二爷，你又不知道这条上了什么三教九流的什么了？二爷，哟，好细腻的文巾。不知我家二爷又在做些什么瞒着人的事了？他与风风雨雨，才刚才知道了，红萝卜又要拴在那个身上，叫我们中路必地回去。我说的都是真经事，我又没有违非作歹了。那真从哪里来的？什么意思？你送人亲王府里有个西子，
挺江奇怪，是他失经留着几年的唱戏的什么？二爷，你救戏子，这叫本语，这怎么得了啊？哟，你戏子叫个本语，这难道也犯了什么大罪了？唱戏的一定比上第一的切一些吗？请问，我怎么了？好了，哟，我欢迎他们呐，那我也不该来了。宝姑娘来了，宝姑娘，请走。宝姐姐，请坐。你们刚才讲的这样热闹，在谈讲戏什么呢？宝姑娘，你看他竟与戏子这叫本语，戏子是啊，哪完得了？二爷，什么事啊？老爷叫我传话，明天一早有贵客来访，叫你去为他，又是为客。去！宝姐姐，你看看，老爷面目这点宾客总是要我去为着，你看这是为什么呢？那自然这些长辈之中，又是卑妃娘娘的灵体，人家仰慕你，在东乡见见你的。你是说中庸说的说人罢了，配人家仰慕吗？我才不认为这是我独门来往呢。宝姑娘，你听听，世界上哪有不用周公子来往，到求戏子，这叫朋友的道理。是啊，这倒是要给一给才好，宝兄弟。当见他这样看来情，再不想高朋们自今上天三四年，也该去为做官人，俺将的仕途经济好用分，就为些此事做成本本营，理应该把他关头去长情，怎能够多我正一破功名。宝姐姐，老太太问驸马怎么成，你去问驸马吧。难道是准备人家玩过百的吗？宝姑娘，你不要理他这些，人家劝他上京啊，他总是骂人家落赌，睡不着了，我该走了。宝兄弟，我走了。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。宝姑娘真是心里宽大，要是忘了林姑娘，又不是会闹成什么样子呢？林姑娘从来不会说这些文章的话。这难道是文章的话吗？哎，真想不到鬼谷之中，因为传染了这种风气。太医，太医。
怎么是这样大惊小怪的呀？哎，你叫我寻的书，我叫你拿来了，对不对？拿。哦，谁相信？这也不知哪个呀？哎，你再伤我一点嘛啊！哎，多谢二爷。像这样的好书，老爷偏不让我读。今天我背给你，偏要做他一个烧花。左边负责金玉书，难得西厢记了日天上分金星能使应应家，不应伤心更比伤身痴。看罢了，生活有几全人事，但愿得今年月梦与夫君啊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啊，原来在这里用功啊！这样一来啊，可要转功发回了你。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那些狂风美工暗器的不过文章，管理这些呢？不是那些事，哪有什么事？不要在我面前弄废了，趁早进屋看看。好妹妹，这一块我也不怕的。你困了，可不要告诉人呐。什么事？这么好文章，你要是困了啊，哪里半夜不要起来吗？妹妹，你可这是什么？西厢记事。
妹妹，我是个都是独名声啊，你就是那亲姑亲生的妈。不舍把他弄他的银子演出来了笑，本上的娃儿欺负等，我可要到去的身边讲你无非是多么沉重成思念，曹妹妹，你千万让我这一招。我是有心气无力，你听见我交代是这里，就那老女把我疼气了。我以为你胆子肥，原来是个阴阳了强人。哦，你也讲这个？好，我也找出去。你去呀？哎呀，你去呀！哎，好了好了。先生，我们秦王府上有个新人名叫姬冠，日日可好。我问姬冠与琳琅宝玉相交甚恩，琳琅则是姬冠下落，报以列结为苦，以免下官训练自苦。来人呐，来人呐，将宝玉我拿来。你这个不长进的东西，你不去家父们的生铁棺材，反而从此他后撒下烦恼。今天我非留死你不可。你不能光彩彩相远近。也能高飞，趁那妖人戏子结婚宴，入得了做梦门楣。难道替我去打扮来，拿孙子来，叫
将门不敢当，让女人传信到你面去，连个当死，将这个畜生引我往死里当。家父，哎呦，此理尊应之中，哎呦，富贵恭迎之家，今此两者不忠不孝定也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快去！娘母自己来追着他。谁管为你？我讲了这个女子，我也不是甚至只为了她，一面而语完了。老龙啊，老爷，你困在夫妻本上，我女本半死保女真也女在。保佑我们娘儿俩不至于去死了吧？保佑，都是你把他从这个样子，他这种样子，身为家父，人情关天，人非得起列祖列祖啊！我谢谢。为了死他不错，老爷，来他，老爷，好的了，今天我为了死他不错，老爷，你还是把我信了死，你还是把我信了死，好，你打死我。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？望儿子进去就是了，何必自己出来？原来你和我讲话，我当与娃生父，自父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。却叫我无罪死去啊！老太太，做儿自己管教他，以为这是永中要做。老太太这次话，做儿自己事后担当得起呀！呸！
我这家一句尽责不起，你那样的公子，难道保女是经受得起了吗？老祖宗，你这种不约好，不争气的生人哦！晚上用纸把羊散开，放在上课上用上3天也就好了。多谢包姑娘，包姐姐，包兄弟，哎呦，当成这个样子，包兄弟。去吧，我该让再来夸你。包姑娘最好，包姑娘。妹妹，这样你的天意来做什么？我不过是了一点病之上，我不做到的呀。妹妹委屈了，我就是为这个人死了，就是情愿的。哎，妹妹，谁相亲啊？你玩过走啊？等我上好了，我们一起走。娘子。弟弟，我过来看看，要是还有新娘，就请太太和俺奶奶一起过来。陈长香，我醉了。哎，妹妹，再数一位吗？你看我的眼睛哭得这样红，再数一位呀！我为了再来看你。另外，二爷，把这个事情去送家林姑娘去。哎，林姑娘要是不信佛就的死怕做什么？
夜已深了，当心着了。姑娘，这些天你总是一个人捧着石榻慢慢发呆，心里余话去找宝二爷说说吧。子君，你无色什么样啊？姑娘，我跟你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你的性子我还不知道吗？天底下皇城公子多长，公子那三妻四妾到今我处，我是将军子弟今日少，祈求良心宽得多，这次当判了王金用一生，难得此心曾一个。姑娘啊，你找兄弟们我天堂里自凭自意自当姑娘，你身体不好，还是早些睡了吧。子君，你来了一天，休息歇吧。这挺好。在同一位吗？你也该谢谢了。宝姑娘最好。有空咱们这里数数吧。宝姑娘最好。宝姑娘最好。宝姑娘最好。我姐姐最好。
啊，宝丫头，你想要些什么跟我说，我叫王丫头来了嘞。老太太喜欢的我都喜欢。啊，姨太太，老太太，这些天没有什么好吃的，借你钱。老太太休要客气，真心叫王丫头忙完了。谢了，老太太呀，这是验神药算，要不验神药算呀，早就把我验去了。你们听听，这招巧慧。我来了这几年，耐心的看起来呀，真的儿嫂子这样巧，也求不过老太太。我的儿啊，我如今老了，还瞧什么呢？想当年我家王丫头一把年纪，倒还比他家你。不如我当面奉认，千真万确，从我们家里4个女儿算起，要是巧啊，都巧不过宝丫头你。老太太，你是骗了。是这样的。我当听老太太呀，背后这宝姑娘好你。老太太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请大家这地方。姨太太，请啊。老太太最好，最好。
不叫你言落不依高飞，且非大气逃离我，自动相吻痕，落难定年，花问鸟问风来来，鸟子无言花自寻，愿梦似三三点在花期到，天晴配。天晴配后此一相去，一杂锦囊飞过一步金葱，烟囱嘞。咋办起来还结去，莫叫我恼言去。
一早春天红三凤子，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同吗？妹妹满身，妹妹，不知道你不理我了，我是说一句话。从今日我们就了开说好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两句你听不听啊？哎，早知今日我比当初怎么样，今日又怎么样？想到妹妹从江南出来到，包月日终日相盼红欢笑，我把那心上的话儿给你讲，心爱的东西是平安你瞧，管他那呀管不是不知道，母亲日早早渐渐千万同上水，两一路祖上的情同当。谁知道妹妹你成大心呀，这眼睛把我叫，单刀世界玻璃我是宝玉，十文落魄在闹，不与错你当夜子来骂也呀好，为什么你远儿鼻子将我跑？地狱是树叶是这也好，为什么你白人昨日你常被好？你叫我不明不白，不
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个缺失的归文，原难告。你哭了？谁在哭？你哭？你在来这外滚着呢？你就这么说，那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怡红院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？哦，什么从哪里出去？我是我娘家的妹妹，叫我来客厅死好了。谁叫你独自发指的？我真的不知道妹妹你来过啊。那天就夫妻就来诉苦一位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今日丫头们滚出来的好日。好，等我回去，我啥次之内，我就要教训他们呐。是要教训才好。当然了，我倒是小子，以后什么宝姑娘来了，白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都来了，事情可大了。你说这些话，到底是欺我呢，还是罪我啊？我不会因为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呀。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吗？那我怎样多生了？我为的是我的心。哦，难道你只知道你的心，你就不知道我的心吗？你放心，你怎么不放心的？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倒说说看，怎么放心不放心的呀？你不要听，要是你真的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顶着在你的心上飞了，就你带来我的心已经过不了，你就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中了心中了一生的病。妹妹，你的心才能宽慰一些，病就会好了。妹妹慢些，妹妹，对你我说一句话子好不好？婉英，怎么可以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啊！都明白了。哎呀，妹妹，我这个心从来也不会说出来，今天我大胆地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心软的呀。我为你弄了一生的病，也不该告诉人，我是好哀伤。不怕，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才会好的。我在你梦里就忘不了你好妹妹。这里这妹妹今日的身体怎么样？比你咳嗽好一点了吗？咳嗽倒是好些了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！天气忽冷忽热的，你穿着这样单薄，妹妹已经病了，要是你也病了，那怎么得了哦？二爷，我们一儿说话，可
可不能动水农家的，我还有小时候也不因为。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不和你这小，你看他进来怨你，还恐怨不进你。二爷，你分我吃了？啊，没有。哎，死的死了，假的假了，醉的醉了。以后啊，你们渐渐地都不理我了。看到我谁是雨平城，是真是假我难分。他与姑娘好一层又得一层，不知道他究竟换的什么心。我只觉今日到了是一世，看他是妄同万自己。今天呀，林姑娘也该死了。你是谁要死了？林姑娘要为父辈死去家里去了呀。你是这么花嘞？红色白鸭无论雨，妹妹是素质月日高无情，他离我开小将官中前。我总在不靠旁，你可是追来天要归他海，燕子终于他去挖了，心灵的不能在家父子一死。林家名曾来接姑娘，二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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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了，二姨不好了。二姨，这就二姨怎么了？二姨不好了，快来诊呐！二姨不好了，快来诊呐！二姨不好了，这个二姨，林家奶奶可报儿一了，你叫林家妈妈在炕当中一位。哎呀，不好了，林家的人来这里买卖了，我要赶出去，好啊，出去啊，赶出去啊，赶出去，保佑啊！
我可保佑病得几岁呀？那得用活算病，活算好的。以前小孩子们放在一起，也不怕什么。如今，老太太，我看怀姑娘宝玉早就成了亲，说不定从一从事，平也就好了呢。我看也只有这样才好。你们俩儿俩还记啊记，昨儿再与真儿放了。老太太，老爷子挑选媳妇，请老太太做自举子。可是老爷晚色，娶媳妇要是不结婚，才能够相互成妻光门楣。这的是啊，我也履行过的。只是这女儿脾性怪僻，没有龅牙的温润也为。林姑娘这次羽毛玉带，只恐怕多罪多病不问情。那龅牙的不用肩背佛像平感端庄这份缘，是啊，真与心中配宝玉，是一对亲生的病的既然你们都是龅牙的好，我的旨意也就定了。宝玉娶了她，说不定病也好了，人也知道了。老太太，这是林姑娘也要早些叫她失了人家才好。倘若那姑娘真与宝玉有些事情，知道宝玉定的是宝姑娘，怕闹出什么事来了呢？老太太，月呀，想说什么讲吧。老太太，这是金月两月天上像我们这样的人家，孩子们杀人这种心思，要为人知道，脸上都没有光彩。对哟，罢了罢了，
我担心的是宝玉，宝玉他的被闹起来，这都叫得难了啊！老太太，我倒有一个主意。方才听到的话不准传出去，太下是慢。啥是追来了风声，当心识破你们的罪。是老太太，这件事啊，再有一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第一条开了文字调包起，这一个离开老家敲机关，到时候红盖头大字新奶奶，无心人可用自君的小丫鬟，带包牛子的去的是林妹妹，把真定然前莫一番，能玩得过吗？
姑娘，你要到哪里去？我要往宝屋去。我要往宝屋去。你就吃一遍吧。姑娘，女姑娘心事最足藏，怎么样叫我自全真不成？断呀，请你拆开手，随你变成十年后。镜子里只见你用眼神，枕头边只叫你泪湿疼。姑娘啊，想你眼中能有多少经得风雨到
我精神花模样，当看你眉上松
情是只一辈子，门前有谁？
思娟弟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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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二爷真的要去抱姑娘了。说什么？觉得今夜正亲，上头吩咐，万姑娘我们知道。这些人总是要很多人口。宝二爷，如果他明天死了，你拿什么脸来接我？娘，思娟姑娘，思娟姑娘，林姑娘怎么样了？啊，放在老太太与二奶奶商量，哪边要用死活你？郑妈妈，你先去吧，等臣死了，我们是让为他来听后死活的。啊，你这话对我说倒是的，我可怎么去卫兵场的呢？你只管去卫兵场了。好了，你好吧，先跟我走吧。啊，结果我不去。哼，告诉你，咱们是不要分的。
林妹妹，今天是从古到今，天上人间，是第一件长心满意的事啊！我好不容易小口家的的，总算是中原长西元人，今日一下一次飞，此生得去的灵。平流一笔一个，今日落日无言美，从今日啊，你趁着早去采花菜，我也挑人帮你。在缘在问莫团聚，须懂得老祖宗都是为好。愿你俩相亲自定。哇，你要记住了，都是为你好啊！是啊，我知道。宝兄弟。
妹妹这个是谁呀？是新娶的二奶奶呀。新娶的奶奶是谁呀？是宝姑娘。林姑娘呢？老爷所做娶的是宝姑娘。不，是林姑娘。是宝姑娘，这是林姑娘。宝女啊，你娶的是宝姑娘，是宝姑娘，你娶的是宝娘。这你怎么一回事？这你怎么一回事啊？宝女啊，你娶的是宝姑娘，宝姑娘。我放在明明林奶奶生的气，你冤枉我的他们，怎么越唱着说别了？这是为什么？宝女，这是为什么？亲娘子，这是为什么？老祖宗，转到桥门，众位可敌。放弃你，把我们放在一起哦，也好娘同病相怜心连心，我这也能是想将死了解苦伤空分，老祖宗啊，天下还问无数句。老祖宗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原谅我吧。既然妻子你大喜之人，你就病人这个样子，你好不叫我心痛啊！我去找林妹妹去，我去找林妹妹去。
什么？想当初，姑娘听从父神令，常见只有我知心听。他那里是人恶鬼狐三更亲，你那边是同王城外一天西。只听他哼声呼包牛，这心酸的事儿我牢牢记。包牛，你来自里，你来自夫妻。妹妹的花着情。